我那个时代，原住民考上高中的只有2位，很少。那你说考上大学的更少，不可能，就是几乎是0哦，接近0的。就是我上次部落里面考上大学排行不知道是第几啦，应该也是前5名内的，对。然后我运气很好，其实我是国中毕业的时候，我爸爸父亲已经要我去读军校，可是我刚好考到国立的高中，所以我还有一些缺陷，因为国家还会给我，因为那时候用原住民加分吧，把它清函，我大概只有长照没有加到分以外，我其他人加的我就加了，这样就刚好考上国立的高中，然后还有每个月还会收一些补助，所以生活费几乎不用跟家里拿，但是没有办法替家里负担一些经济。所以我只能养活我自己，在我高中时期在台东市。可是高中毕业之后，我爸爸又要求我要去读军校，我真的不想。其实那时候已经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就是我觉得家里已经很多职业军人，可是日子也没有比较好过。再来就是职业军人的日子有时候熬不过那个时间，可能当个5年、6年，或者甚至8年，退伍之后再出社会，出社会的不适应的感觉，那个不适应的状态更严重。你有没有发觉？尤其是原住民的家庭里面，都会有这种状态，就是当兵可能当的长官当太久了，可是又很讨厌当兵那样很限制的生活。出来当兵退伍休之后，都是去做木工，变成人家的下属。那个心情的调试，我觉得很困难。这是我亲戚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可我就觉得我不想当兵，我想要玩音乐。我高中17岁开始写歌，开始参加一些写歌的比赛。但是高中毕业之后，家里没有钱，然后我去外面做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轻钢架，就是像这种的，一个一个的。花莲门洛医院的1楼的急诊室跟2楼是我的作品。所以每次经过花莲哦，我妈妈在花莲哦，我说看到门洛医院，我都觉得哇，真的，我年轻时候18岁在这边工作一阵子这样，很苦，因为跟我一起工作的都是原住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时候引进外劳比较少，所以原住民等于是台湾的在地的很重要的基础劳工的来源，所以原住民都做这种很基础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有什么钱，跟我一起工作的又都是长辈，所以我是那种人家做完天花板有没有？弟弟，来，帮叔叔去买槟榔，还有保利达。只是人家还休息的，我还要继续工作哎。我的工作是买酒、买槟榔，还要陪他们聊天，还要继续把工作做。我是年轻人嘛。可是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做这种工作做到40、50岁嘛，跟那些叔叔阿姨，不是不好啦，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别的选择。我能不能有别的选择？讲读书，要看每一个原住民家庭或每个家庭的父母亲，重不重视这件事情。普遍的原住民的家庭都比较不重视读书这件事情。然后我家也是，可是家里是没有钱，所以不敢想这件事，因为读书要花钱。然后是我的阿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补习，所以后来阿姨给我钱，我去补习，我才有机会考上大学，而且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考上国立的。好险被我考上了，就是考上一间在板桥叫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听过没有？而且是国立艺专啊。我考上了，考上那个学校也很妙啊，那学校很小，去过没有？很小，真的，觉得我跟我阿姨因为我是我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然后我阿姨很兴奋，她觉得她投资对了。还让我去补习，真的考上大学，真的半年后就考上大学，然后我就坐计程车到那个学校，从大门进去，哇，那个门很大，真的是大学呢，这样一直走路聊天，5分钟就到后门了。然后阿姨说：“怎么比多兰国小还要小？多兰国小都比我们学校大学还要大，这么小了，没有操场哦，都没有，上面的人不用跑步吗？”我跟阿姨讲。大学应该不用跑步吧？可是心里都很矛盾，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所以阿姨就是我阿姨是第一手资料，她跟很多家族报告我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是怎么样的大学。可是阿姨不敢讲，因为学校太小了，她就叫我说：好好读书，不要讲，不要讲那个，我们的学校太小，不要讲啊。
知道。然后考上的科系也很怪，我考上的是印刷系，听过印刷系没有？就是艺术学院其实都是音乐系啊，然后音乐有分音乐跟西乐跟国乐嘛，美术系有分工艺组啊、视觉传达或者是雕塑啊，就是反正还有美术系，还有书画系，很多舞蹈系，对，大家都有才艺的，用靠着才艺才考进去的，所以大家进去的学生素质都是那种，应该说很有才华、鬼才啊，很多。只有我是印刷系的这样。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说服我的家人，我只好这样说服我爸爸：爸，印刷系很有前途，印钞票的。你怎么艺术学院怎么可以印钞票啊？因为印刷系越来越科技，一点都不艺术，所以我就待在那个学校了。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学校学生的打工的情形跟其他学校好像不太一样。我后来就大家都去当什么音乐家教啊、儿童美术家教啊、舞蹈教室的家教。哇，大家都有家教，我没有家教呢。那我能干嘛？就是同学问说：“你会什么才艺？”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会藤编、竹编，就原住民那种很土的那种藤编、竹编，以前不敢讲。可是看到同学那么有才华，我觉得我也没有别的才艺的，我就是会这个。这个为什么会这个？其实也不是我很努力去学的，是因为我的阿公是我们部落里面很会做藤编、竹编的手工艺的老人家。那他老了，我国中生嘛，我有一点点力气，他就叫我去做，有点是半命令式的。可是那个时候懵懵懂懂，只听着阿公的话，就这样帮他们做那些藤编、竹编的器具，所以我会了。可是你说我喜欢吗？不知道，一知半解。反正阿公叫我做就做。然后等到我家里出现状况，然后我离开家里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很想要再碰这件事情。但是到了大学，我看到大家都很有才华，我想说我也没有别的才华，就这个。可是同学说，你要不要试着拿来卖卖看？大家会很好奇，因为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原住民学生。我大概是大家比较熟，因为只有我一个原住民学生住宿舍，所以大家都很好奇我的背景。你们是不是每天都打猎啊？没有啦，我也是有上课的。打猎喝米酒，哪有那么多钱买酒啦？就大家会问很多很奇怪的问题在我身上，然后我有时候我不知道在第一时间怎么跟他们反应去解释这些事情。不过做藤编、竹编，他们是非常有兴趣的。可是我一想到那时候原住民的手工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原住民的地区，日月潭啊、阿里山啊，还是太鲁阁，他们不是有一些妈妈做手工艺卖手机袋或者是海盗帽，一个卖250、350，有没有？有的客人还会杀价。他们一天大概也只能绣出来一个海盗帽或一个手机袋，一天才赚250、350。你要杀价，我不知道啦。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说，去做原住民手工艺会不会太廉价了？然后好像被人家看得很贬低这样。那时候的我，然后我问我同学说，我可不可以做比较时尚一点的？可以啊，因为他们做设计、做美术的，他们对美感都会有一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做比较特别的，然后用竹编的概念去编包包，然后就编了类似这种的。好看吗？好看。这个是这个编法是原住民的竹编的编法，但是这个颜色配色不是原住民的配色哦，是我去观察，因为买包包的都是女生，我是同学说你要去模仿一些女生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有一个化妆品牌叫 GA， 有听过吗？它的 logo 就是 GA， 然后黄蓝相间。企业系列的啊，有没有很时尚名牌？有没有？然后这个是我打篮球的时候的灵感，就是男生有在运动吗？知道有一个运动品牌叫艾迪达，啊，这个艾迪达系列，其实艾迪达系列的原住民包包，然后我同学看到我这样编，他觉得很好玩，他又给我一些想法，说女生喜欢不灵的。我说对了，然后女生喜欢不溜，然后呢，你们原住民有没有不溜的人？我说原住民不溜，到哪里找？然后还是被我找到了，有没有不溜？对，不要小看这个圈圈哦。
这个圈圈啊，都是以前我们编织在刀柄啊，就翻刀的刀柄，或者是杵那个小米那个杵有没有？就用来编在那边防滑用的。然后我把它缩小了，然后就放在上面，不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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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朋友们他们很喜欢原住民的那种比较朴质的感觉。啊，这个颜色是模仿竹子的颜色，只是把它的缩口变得比较有精致化一点。这样有钱。要不然平常的话，大概都是这样比较平整的编法，就是发展不一样的编法。然后这个东西是这个图腾是阿美族通常会放礼服，就放我们的传统服的箱子上面会有的图腾，啊，就是代表这个箱子比较里面放的东西比较就是比较重要的衣服，通常是传统服啊礼服，然后就把它放到上面，然后就是蓝色的艾迪达系列，然后橘色的杰克变越来越多种啊。粉红色的艾迪达系列，这款很轰动，因为那时候可能我的外婆看到我这边这个篮子啊，她可能眼睛不太好，因为桃红色，可是这有一点色差，看不出来，它本来是桃红色嘛，就是桃红色。其实阿美族就是男生的腰带也是桃红色，啊，老人家眼睛不好，看到桃红色，他觉得很漂亮，眼睛被打开了呢。妈嘎巴姑娘嘎棒，他说很漂亮的包包这样，那要我送给他，然后他很喜欢，我就送他了，他就拿这个包包去上教会，放圣经赞美诗，上了教会不得了了，教会的阿嬷都很疯狂，1个月之后，教会的阿嬷的包包都桃红色，因为变成一种部落的流行了，就是一个年轻人编的包包，艾迪达的哦，而且都有艾迪达，这是这一款。然后，另外的话就这一款是我同学帮我在网上卖的，然后刚好遇到一个日本的一个华裔的日本人，然后他是一个插花班的老师，然后他想要做一个他们插花班要用的一个包包，所以因为为了要放器材嘛，所以它的长宽高啊都有他自己的标准，他要求那样的。长宽高的然后这个花纹是他自己要求的，配色是我帮他配的，就这样定做一个包包这样。可能很少有人在网络上卖这样原住民的包包，在那个时候，然后又变得我觉得应该算精致，因为年轻人手劲比较大，可以变得比较这个缝隙都可以变得比较平衡，比较好看，精致一点。所以我的同学就帮我出价了，一个包包1100。哇，好像我那时候问同学，拜托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原住民好像在骗钱的呀，不好了。可是他给我讲说，你有办法帮人家做到这样的规格的时候，我敢出这样的价钱，人家愿意买。这样，果然人家真的愿意买，而且一次买10个，就当做他插花班的那个学生的书包，10个多少钱啊？一个1100，对，11000嘛。对啊，你们数学还不错。我那时说，拿我10000块哦，没有，是11000了。哇，11000你很坏的一样。可是我差不多编一个包包，就1天半的时间，快一点1天才编好。其实也差不多该有的收入，你1天1000块，1个月也差不多3万块嘛。其实差不多，我们也没有喊的比人家贵。就是按照现有的经济状况的条件，可是那时候就原住民可能太单纯了，就觉得这样好像卖太贵了，所以买包包送笔筒。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可以开始发现有些周边商品出现，有没有？然后吉耶的笔筒也出现了啊，然后艾迪达的笔筒也出现了啊。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概念，然后开始融合，把这些素材拼装起来，发展不一样的款式，有竹子系列，然后连接不灵，这样开始有一些连接的，把这些创意连接起来，然后也开始发展所谓的系列商品。我每天都在编包包，你看，哇，系列商品，你看，这大学生不知道在干嘛，有没有在读书？跟这事一样都每天都在编包包。我大一的时候，我突然开始觉得，原住民这件事情怎么就来自我自己的身份背景这件事情，
怎么会帮助我在主流的社会里面，反而大家会喜欢呢？以前我很讨厌嘛，小时候的我非常讨厌，就是我开始就把自己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原住民身上的一些，就是比较像技术的，然后有一些文化或者故事。然后一开始在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子，我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多了解，就等于是在找自己的过程。然后我开始去做不一样的工作，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参加了演舞者，听过演舞者吗？简单的叙述，演舞者就是原住民的舞蹈团界里面的云门舞集，这样你可以想象啊，它是走比较精致路线。参加演舞者啊，我在里面很特殊，我不太会唱歌，我小时候不爱唱歌，然后演舞者都是唱传统歌，所以我开始接受这件事情，我可以唱那些大家不会觉得太歌，因为我唱国语，然后有人会觉得我国语不标准，或者我的音不准什么的，然后唱原住民的语言，我觉得比较不会被人家嫌啊，在演舞者里面。而且感觉好像比较合理。然后我又是里面唯一会做手工艺的，然后那时候在做的是花环，是鲜花哦。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缘分，就是那时候在演舞者跳舞，他要跳那阵子的，就国家常常办国宴的时候，都会用一些台湾在地本土的东西去。有一阵子台南小吃，对不对？有一年就是国宴要用原住民为主题，然后需要用一些原住民的料理，然后包括原住民的装饰，他们想到就是花环。可是整个大台北里面找不到一个有办法编鲜花的花环的人，可能都在部落里面，都在台东，然后就这样找到我了。我刚我在台北在跳舞，在演舞者，然后他们叫我编，因为国宴那些外宾啊，什么斐济啊，还是菲律宾那种国外的元首要来吃国宴的时候，他们希望带上一些原住民会有的东西啊，不要是那些塑胶材料，希望比较原始的。然后我就从草绳，这是麻绳哦，这是麻绳。有没有看过搓麻绳？因为现在早上看了，我搓到麻绳，我自己的大腿都没有毛了。然后这个叶子啊，这个台东有，所以这个叶子是从台东坐飞机上来的，因为当天编完，当天要用，一鲜花会凋谢的。然后这个花是去台北市好不容易找到那种不会马上凋谢的花，就是菊花比较容易。其他台东的花因为量太大，我没办法，所以就这样抽起来了，就用这样。这是我不是阿公哦，然后就编花。然后你想象一下，全部国外的嘉宾100多个元首，都是从一个年轻人脚下编的花环戴在头上，很夸张吧？很夸张，我觉得很夸张。我自己想一想，他那不是我的脚编的呢。然后一顶戴在那些国外的元首上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洗脚，还是腿毛被编进去的，就很夸张。可是那时候就是我开始有一点点自信，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做原住民这件事情，我身上学会的一些事情拿出来，就只是比较像是技术的层面的东西。然后等到真的组了图腾乐团之后，才开始有一些就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过图腾乐团，然后里面听到有一些原住民的吟唱的东西，就放在乐团里面。但那个时候都还是一群，我觉得是跟一群自己的好兄弟乐团员一起营造出来。但是因为我是阿美族哦，就大家都不同族，所以会有一些就一直因为我写歌人嘛，我不会唱排湾族歌，我也不会唱卑南族的歌，我只会写阿美族的歌，就一些调整上面就不知道怎么去分配平均。然后我很想要做阿美族的歌，那用自己的方法。然后那时候是看到一个部落的小朋友，我想到的啦，就是在大家兄弟他们其他团员都很喜欢回家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没有家可以去的时候，我发起我自己想要回到部落里面，我看到这些弟弟妹妹们，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奇怪的文化的冲击感。刚说他们真的很喜欢跳街舞，这些国中生、高中生很爱，然后他们靠什么去学习呢？靠的是靠的那个网络，以前小小的荧幕有没有？一上网
你要搜寻就很容易搜寻到一些世界流行的各个的街舞，然后他们去模仿，然后他们自己编舞，然后可是放的音乐都是 Super Junior 啊，或者是 Wonder Girl 这样，就很流行。然后音乐很流行，因为我对音乐都有，因为我本身是做音乐，我对音乐很敏感。可是音乐很流行，可是看到他们在跳街舞的时候，怎么样跳街舞都有原住民的 Q， 然后那个画面很冲突，音乐很流行，你知道？啊，舞蹈也不是说他们很土啊，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气味。总之，跟他们身上跳的舞格格不入。我不觉得他们的舞有问题，我觉得音乐有问题。然后想说，那不然我自己来写一个阿美族风味的歌，然后配合上他们的舞蹈，这样好不好？于是我写了这首歌，有些同学可能听过吧。